今日同大家分享一個語言故事。你將100隻黑螞蟻同埋100隻紅螞蟻放喺同一個樽入邊。開頭佢哋真係會相安無事嘅，佢哋仲好似你幫下我，我幫下你咁嘅感覺嘅。但係當你開始搖個樽嘅時候，黑螞蟻就會將紅螞蟻當成世仇，紅螞蟻就會見到黑螞蟻就想打交，兩個互相咬。但係其實個情況啦，究竟係黑螞蟻或者係紅螞蟻錯呢？都唔係嘅，係搖樽嗰個人嘅問題。其實喺我哋嘅社會一樣嘅啫，男人對女人，年長者對年輕者，又或者窮人對富人，大家本來其實都可以相安無事嘅，但係總有一啲人為咗獲得利益，走去搖嗰個樽。最經典同埋最容易俾人挑撥嘅嘢呢，並唔係你俾人哋知道你得到一啲唔屬於你嘅嘢，而係嗰樣嘢你知道係本來屬於你嘅，但係俾人哋攞咗去。所以其實都有拗撬發生嘅時候呢，並唔係去釐清其實係你啱或者係佢錯，而係企出個框框外邊，究竟呢件事拗完之後邊個有得益？嗱，如果兩個都冇得益嘅話，其實拗嚟為咩呢？證實咗你啱又好，證實咗我錯又好，有乜問題呢？但係如果呢件事原來我哋嘈咗之後，有另一個人得益嘅話，可能呢件事成個操控者啦，就係屬於嗰個人。都係嗰句啦，每一件事呢係冇絕對嘅啱或者係絕對嘅錯嘅。先理清咗嗰件事，究竟邊個係真正嘅得益者，至繼續嘈好冇？